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微細台，又到咗我哋每星期最期待、最迷惑、最令人懷疑人生嘅環節——一周大癲。今個星期，美國出現幾單非常離譜嘅犯案新聞，有賊人將 Lego 變成意大利粉，有人用 Mac and Cheese refund 呃咗成8萬美金，仲有人為咗一張沙灘椅拎住電鑽出去開片。係你冇聽錯，今集主題就係美國笨賊犯案大賞。好，廢話少講，即刻睇第一單。第一單發生喺加州嘅爾灣區，有一名男子涉嫌喺 Target 買高價 Lego 套裝，然後打開盒拎走入面啲值錢零件，再用乾身嘅意粉塞翻入盒，之後攞去退貨。係啊，佢退翻去 Target 嘅所有 Lego 入面，唔係積木，係 pasta。人哋打開 Lego 盒，諗住砌太空船、城堡、跑車，點知一開盒，咦？點解係晚餐？呢個已經唔係偷嘢，呢個係玩具 crossover 意大利料理。正常人玩 Lego 係砌模型，佢玩 Lego 係砌佢生意粉。最癲嘅係，警方話呢類案件可能涉及大約70宗，損失大約34000美元。即係佢唔係偷龍轉鳳一次半次，佢係有計劃咁去提醒小朋友，咪掛住玩啦，係時候食飯。我真係好想知 Target 職員收到退貨嗰一刻會有乜嘢反應。呢單新聞教識我哋一樣嘢，做賊唔好咁離譜。Lego 變意粉都俾你諗到，真係咪當人哋係冇腦？好，講完 Lego 變意粉，第二單更加癲。第二單去到德州，一名前 Chick-fil-A 員工涉嫌用 Mac and Cheese 做假退款，將超過8萬美元退到自己嘅信用卡裏面，而且主角係 Mac and Cheese。平時 Mac and Cheese 係 side dish， 今次直接升級做金融工具。警方指佢涉嫌處理大約800單假退款，將錢退翻落自己個人信用卡，足足係800單 Mac and Cheese refund。呢個已經唔係餐廳工作，呢個係芝士味嘅洗黑錢案。我聽到呢度真係忍唔住諗，大佬，你係咪以為 Mac and Cheese 好蝦啲？你自己唔中意食啫，個個都會覺得難食咩？你退1-2盒，可能仲有人以為系統錯。你退到800盒 Mac and Cheese， 間鋪都未必買得咁多。正常人翻工係打卡，佢翻工係諗住自己張銀行卡。Mac and Cheese 本身已經夠 heavy， 今次仲 heavy 到變 felony。最癲係呢單嘢聽落好荒謬，但又非常美式。因為美國每樣嘢都有系統，有系統就有人諗住鑽漏洞。我估佢原本可能覺得一盒 Mac and Cheese 冇人會理啦，結果一路退，退到800單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貪心係會出事，尤其係你貪心嘅對象係 Mac and Cheese。好，去到第三單。佛羅里達州，一聽到佛州，大家都知道通常唔會令人失望。今次有一名男子喺一個私人 condo 沙灘區想坐沙灘椅，但有人話俾佢聽，啲椅只係住戶可以用。正常人聽到之後，最多咪嬲嬲豬走開，或者心入面鬧兩句，好巴閉咩張椅？但呢位先生絕對唔係普通人，佢涉嫌情緒失控，拎起雨傘，仲拎住一支有大型沙鑽頭嘅電鑽去威脅其他人。係為咗一張沙灘椅拎電鑽出嚟。呢單我真係要停一停。你去沙灘正常裝備係咩？太陽油、毛巾、拖鞋、凍飲。佢嘅裝備係雨傘加電鑽。大佬，你唔係去曬太陽，你係去裝修個沙灘。正常人冇位坐，最多企一陣。呢位仁兄冇位坐，會變咗德州電鋸殺人狂咁，一張 beach chair 可以搞到變成 horror movie。美國沙灘真係唔只有陽光與海灘，仲有電鑽與癲佬啊！最荒謬嘅係呢啲事，如果你寫入劇本，可能會俾人話太誇張。但喺現實世界，尤其係美國，佢就係會日常。我覺得今集3單新聞其實有一個共同主題：有人犯法唔好笑，好笑嘅係笨賊犯案，仲覺得自己好鬼聰明，先至最好笑。睇完呢一集嘅一周大癲，你會發現美國真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。有人將玩具店變餐廳，有人將快餐店變銀行，有人將沙灘變煉獄場。所以今集一周大癲總結一下：第一， Lego 可以砌好多嘢，但唔應該砌成詐騙的晚餐。第二， Mac and Cheese 可以好肥膩，但唔應該自肥。第三，沙灘椅冇你份咪算咯，但拎電鑽恐嚇就真係太癲。如果你問我邊單最癲，我自己會投 Lego 變意粉1票，因為小朋友打開盒嗰一刻，真係由童年歡欣分分鐘變成童年陰影。呢種心理傷害唔係普通人承受得到。好啦，今集一周大癲就講到呢度。你覺得今個星期邊單最癲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中意呢類美國離譜趣聞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訂閱微細台。
我哋下星期繼續同大家睇下美國又會癲到咩新高度。世界已經夠癲，我哋今集係咁先，下集一周大癲再見。